Atlas 一直以為生意慢係因為廣告唔夠多人見到，直到有個客問你哋有冇正式網站啊？佢打開電話得 IG、WhatsApp 幾張相，對方一句我再睇睇先。嗰一刻佢先知道原來網站係咁緊要。佢以為自己只係欠一個靚啲嘅網頁，但真正欠嘅係客未見面之前已經有地方睇得明你做咩、做過咩、點樣幫到佢，唔使每次由 IG 同 WhatsApp 重新解釋。所以今次我哋唔係幫 Atlas 整個做門面嘅網站，我哋先寫清楚獨特賣點，再揀啱高質網站設計方向，起一個見得客官方網站，服務講清楚，成功案例擺出嚟，查詢位放啱位置，先令個客有地方相信你，再有路行落去。更關鍵係網站唔係交完就變死物，我哋會將成套管理網站嘅方法教晒你，點樣換相、改價錢、加服務，點樣睇到邊啲入口帶人入嚟，邊啲頁面多人睇，邊個查詢位有人撳。呢個唔係逐個客起底，係幫你睇翻客人通常對咩內容有反應。之後你要更新 ，send 佢信息就可以安排，你確認先更新。網站主導權唔再完全擺喺 vendor 手上。如果你都唔想有興趣嘅客，最後停喺 IG 同 WhatsApp 門口，項目由15,000蚊起 ，DM 我哋 website， 我哋幫你睇下點樣起翻一個見得客、接查詢、睇到網站反應，仲會教你點管理落去嘅官方網站。